我同你講，人過60，最怕嘅唔係行得少，亦唔係間中飲少咗一杯水，而係你明明日日都好勤力養生，身體卻一年比一年虛，自己仲一直以為做足步數，飲夠水就代表一定健康。好多老人家朝早一擘大眼，第一件事就係灌一大杯水，跟住換鞋落樓行路。手機顯示未夠1萬步，個心就好似有份功課未交咁，總係唔安樂。就算落雨，地下又濕又蝕，就算曬到成頭汗，膝頭已經隱隱作痛，佢都要咬實牙關，行夠個數先肯返屋企。佢哋仲會好有信心咁同人講：我日日都有行路，又飲好多水，身體點會差？但問題偏偏就出喺呢度。行路當然係好事，飲水亦係身體每日所需。我今日唔係叫你唔好行，亦唔係叫你口渴都忍住唔飲。我係想提醒你，人過60，養生最怕則睇表面，淨係追住幾個數字跑，卻冇留意自己個身體究竟仲守唔守得住最重要嗰幾樣嘢。你每日行咗幾多步，只係一個數字；你一日飲咗幾多杯水，亦只係一個數字。真正決定你晚年有冇力、有冇精神、行得穩唔穩、瞓得安唔安、可唔可以照顧自己嘅，往往唔係呢2個數字，而係藏喺後面嗰啲根本。有啲人日日行1萬步，但一餐飯只食幾啖白粥，雞蛋唔敢食，話怕膽固醇；魚肉又唔敢掂，話怕塞血管；飯亦唔敢食多，話怕血糖升。結果體重係輕咗，手腳亦一齊幼咗。坐低之後想企返起身，仲要用雙手撐住大髀。有啲人日日逼自己飲2公升、3公升水，無論口渴唔口渴，都要飲清晒成個水壺。但佢本身有咩病，食緊咩藥，心臟同腎臟狀況係點，自己根本冇諗過。夜晚不停起身去廁所，成晚瞓下醒下，第二朝頭暈眼花，雙腳浮浮，仲以為係自己飲水飲得未夠。養生一旦變成死守規矩，唔識得聽身體講嘢，做得愈勤力，反而愈容易走偏。老祖宗講養生，從來唔係叫人鬥多，亦唔係叫人照抄同一套方法，而係叫我哋識得平衡，識得因時因人因身體而調整。《黃帝內經》入面有一個意思，人去到唔同年紀，氣血、筋骨同臟腑功能都會慢慢改變，所以飲食、起居、活動都要跟返自己當下嘅狀態。講得生活化啲，後生嗰陣捱得過，唔代表老咗仲可以照舊。人哋日日行1萬步冇事，亦唔代表你膝頭痛、頭暈腳軟都要照跟。真正識養生，唔係跟風，而係知自己邊度虛、邊度弱，邊度要補、邊度要收，幾時要動、幾時要停。幾年前我識得一位街坊，大家都叫佢梁叔。梁叔嗰年68歲，退休之前喺一間運輸公司做管理。佢成世人最自豪嘅就係守時自律，唔怕辛苦。後生嗰陣捱更抵夜，貨場有咩事，半夜一個電話打嚟，佢都可以即刻起身返去處理。所以退休之後，梁叔最怕嘅唔係冇錢使，而係怕自己一停落嚟，個人就會散，身體就會老得快。於是佢幫自己定咗一套非常嚴格嘅養生規矩。朝早6點半一定起身，空肚先飲2大杯暖水，7點鐘準時落樓行路，手機未夠1萬步，唔准自己返屋企。落雨就帶遮，天氣熱就戴帽。總之個數未夠就一定要繼續行。中午食得非常清淡，通常1碗白粥，1碟作菜，有時加幾塊豆腐。佢話年紀大，食肉會塞血管，食蛋會膽固醇高，食飯又怕血糖升，所以最好就係越少越好。下晝佢會再飲幾杯水，台面長期放住一個2公升大水壺，飲唔晒就好似對唔住自己。夜晚食得仲少，有時淨係飲碗湯就當一餐。9點幾佢會準時上床，但成晚瞓下醒下，
12點醒一次，2、3點又起身去廁所，4、5點再醒。朝早6點半鬧鐘一響，無論個人幾攰，都照樣逼自己起身行路。初幾個月，梁叔瘦咗差唔多10磅。屋苑啲街坊見到佢，都話佢面尖咗，個肚細咗，好似精神咗。佢一聽個心更加高興，覺得自己揾到養生秘訣。成日喺樓下教人話老人家想健康，最緊要2樣，一係行路，二係飲水。佢仲會拍住自己個肚，好有信心咁講：你睇我退休咁耐都冇肥過，證明我呢套方法係得嘅。不過身體有啲變化，唔會一開始就大聲鬧你，佢只會細聲提醒你，睇你有冇心聽。過咗一段時間，梁叔慢慢發現自己行樓梯冇以前咁穩，以前一口氣行2層都冇問題，後來行幾級就覺得大髀冇力。佢坐喺矮凳度，想企起身，要先將個身向前傾，再用手撐大髀。以前拎2袋米返屋企都面不改容，後來買幾斤橙，行到屋苑門口，隻手已經酸到想換邊。佢太太亦開始留意到梁叔夜晚成日小腿抽筋，朝早起身塊面冇乜血色，脾氣亦比以前急。最奇怪嘅係，明明佢日日都有行路，但雙腳唔單止冇愈行愈強，反而愈來愈易攰。佢太太勸佢，叫佢食多隻蛋或者蒸條魚補翻啲營養。梁叔即刻擰頭話唔好害我，老人家最怕食得太補，食清啲先長命。個仔叫佢唔好日日逼自己行1萬步，落雨或者膝頭痛就休息1日。梁叔又話：你哋後生人就係太懶，我就係因為夠堅持，身體先至一直冇大病。甚至有一次佢行到膝頭明顯痛，仍然同人講痛係因為啲筋未鬆，行多幾日自然就好。有一日我見到佢坐喺屋苑花槽邊，雙手按住膝頭。我行埋去問佢係咪唔舒服，佢仲笑住話：少少攰啫，今日先行咗8000幾步，坐陣再補埋，剩低嗰1000幾步。我望住佢問咗一句：梁叔，你而家每日行1萬步，但你有冇力由張利度唔用手就企起身？佢一聽笑住話：咁簡單，使乜事啊？佢將雙手交叉放喺胸前，雙腳踩實地下。第一次個人向前傾咗幾下，起唔到身。第二次雙腳震咗下，最後都要將雙手放返落大髀，用力一撐先至企得起。嗰一刻，梁叔塊面嘅笑容慢慢收咗。我同佢講：行得多唔等於肌肉一定夠，散步對活動量循環同心情都有幫助。但如果你長期食得太少，身體冇足夠材料去維持肌肉，又從來冇做過適合自己嘅肌力同平衡訓練，咁你日日行，身體一樣可以愈來愈虛。尤其人過60，肌肉流失好多時唔係一夜之間發生，而係每日少少咁跌。手臂有少少，大髀細少少，起身慢少少，行樓梯喘少少，每一樣睇落都唔嚴重，但累積落去，有一日你就會發現，原來自己已經企唔穩。梁叔聽完嘴上話知道，但我睇得出佢個心其實未服，因為一個人最難放低嘅，未必係壞習慣，反而係自己相信咗好多年，仲以為係好習慣嗰啲嘢。直到有一朝，香港落住毛毛雨，街市門口地下又濕又滑。梁叔買完菜，一隻手拎住2袋餸，另一隻手仲拎住部電話，望緊自己今日行咗幾多步。佢落樓梯嗰陣，右腳突然一軟，鞋底一收，成個人向側邊跌落去。幸好旁邊有個後生仔伸手扶咗一下，個頭先冇撞到地下。不過佢一手腕同髖邊都淤晒，痛到一時間企唔返起身。嗰次之後，梁叔先真正驚，唔係因為跌得有幾嚴重，而係佢忽然明白自己一直最有信心個雙腳，原來已經冇想象中咁可靠。跌倒之後嗰幾日，梁叔連沖涼都唔敢閂實浴室門，佢太太就企喺門外面聽住，驚佢一轉身又實低。
夜晚佢想自己落床去廁所，行到房門口，雙腳忽然一軟，要即刻扶住牆先企得穩。以前佢最怕麻煩人，覺得自己一世人咩都可以搞掂，但嗰一刻佢先發現，一個老人家失去嘅未必只係幾分力氣，而係連沖涼、去廁所、落樓、買餸呢啲最普通嘅生活都可能要靠人幫手。佢後來同我講，其實跌之前幾個月，身體一早俾過好多信號，褲頭鬆咗，手臂幼咗，擰樽蓋要用兩隻手，由梳化起身愈來愈慢，行路轉彎時又要停一停先轉得穩。只不過佢見體重下降就當成減肥成功，見行完路攰就當成運動有效，見夜晚成日醒就當成年紀大自然係咁。人最容易忽略嘅，往往唔係身體冇俾信號，而係我哋用一句老咗都係咁，將所有提醒推開。去檢查之後，醫護人員提醒佢體重跌得太快，肌肉量同力量都唔夠，加上睡眠差，血壓有時偏低，日常飲食亦太單一。至於每日應該飲幾多水，行幾多路，根本唔可以只靠網上聽返嚟一個數字，要睇天氣、活動量、出汗情況、食緊咩藥，同埋自己有冇心臟、腎臟或者其他慢性病。有醫生特別交代要限制水量嘅人，更加唔可以自己亂加。梁叔坐喺屋企，望住台面嗰個2公升大水壺，好耐都冇出聲。過咗一陣，佢先同我講：沉思，我以前以為自己日日行、日日飲就係對身體負責，點知到頭來我只係完成咗2個數字，其他真正重要嘅嘢全部都冇理。我同佢講：你今日明白，仲未遲。養生唔係打卡，亦唔係同人比賽。60歲之前，我哋成日問自己仲做到幾多？60歲之後，更重要係問邊啲能力一定要守住。你要守住食得落，守住企得起，守住行得穩，守住瞓得到，守住個心有寄託，亦要守住對自己身體嘅了解。呢啲先係晚年真正嘅本錢。梁叔跌倒之後，頭2個星期幾乎冇落過街。以前佢一日唔夠1萬步就周身唔自在，嗰排連由睡房行去客廳都要扶住牆慢慢行。佢最唔習慣嘅唔係手腕痛，亦唔係大便淤咗一大片，而係突然發現原來自己一路引以為傲嘅自律根本冇幫佢守住最基本嘅生活能力。有一日朝早，佢坐喺飯台前，太太煮咗隻蛋，又蒸咗一小碟魚俾佢。佢望咗2眼，又想推開，話自己膽固醇高，唔敢亂食。我坐喺旁邊問佢：你驚食一隻蛋，點解唔驚自己連企起身嘅力都冇？佢聽完冇即刻答。我再慢慢同佢講：人老咗的確唔可以亂食，更加唔係話魚肉蛋奶越多越好，但唔可以亂食，同乜都唔敢食係2回事。你有咩病食緊咩藥，膽固醇、血糖、腎功能係點？當然要聽醫生或者營養專業人士意見。但如果一個老人家長期只食白粥著菜，食量愈嚟愈少，身體又冇足夠材料去維持肌肉，雙腳又點會有力？照中醫嘅講法，脾胃係後天之本。講得生活化啲，身體就好似一間屋，脾胃就係每日收材料、運材料嘅門口。你食落去嘅嘢唔夠，或者食得太單一，身體就算想修補，都冇磚冇瓦。好多老人家最容易犯嘅錯，就係將清淡理解成食到冇營養。真正嘅清淡係少啲過鹹、過甜、油炸同加工食品，唔係餐餐白粥配菜心，更加唔係見到肉就驚。人過60，食量可能比以前細咗，所以每一啖反而更加要食得有價值。梁叔初初都好抗拒，覺得食多少少就會肥翻。但佢太太冇逼佢一餐食好多，只係慢慢幫佢調整。朝早食半碗粥之外，加隻蛋或者少量豆製品。中午有魚有菜有適量飯。
夜晚唔再淨係飲湯，而係食少少軟腍肉類或者豆腐，食得落幾多就按自己胃口，有吞嚥、牙齒、血糖、腎病或者其他問題，就按專業意見調整。重點唔係照抄人哋一張餐單，而係唔好再用恐懼代替判斷。過咗1個月，梁叔未見得肥咗，但塊面冇咁灰，朝早起身亦冇以前咁飄。佢開始明白，老人家最怕唔係磅數重1、2斤，而係體重短時間跌得太多，跌走嘅仲要係肌肉。所以人過60，真正要守住嘅第一樣嘢就係食，唔係叫你大魚大肉，亦唔係叫你亂補，而係3餐要食得有內容，食得落、消化到、吸收到，身體先有材料去修補，雙腳先有本錢企得穩。不過食返營養只係第一步。有一日，我叫梁叔坐喺屋企張高背地度，雙腳踏實地下，慢慢企起身，再慢慢坐低。佢做咗3次，已經話大髀又酸又攰。佢有啲唔服氣，話自己以前每日行成萬步，點會做3下就攰？我同佢講，因為行路同練力唔係完全同一回事。散步可以幫你保持活動，亦可以令人心情開朗。但如果你只係用同一個速度喺同一條平路日日行，未必足夠守住起身、上樓梯、拎重物或者突然失去平衡時所需要嘅力量。老人家真正要怕嘅唔係行得慢，而係由凳企唔到身；唔係步數少，而係半夜去廁所轉身嗰一下，雙腳突然軟。所以第2樣真正要守住嘅就係力，腿力、壓力同平衡力都唔可以放任佢慢慢流失。我冇叫梁叔去健身室舉大鐵，亦冇叫佢逞強。佢跌傷未完全好，先按醫護人員建議做啲安全又適合自己嘅康復動作。每日扶住穩固嘅台邊，慢慢做幾次坐低企起，企穩之後扶住椅背輕輕提下腳踭。另外用一條軟毛巾慢慢擰幾下，練返手力。每次唔求多，只求動作穩，唔痛唔暈唔勉強。有心臟病、關節問題、骨質疏鬆、近期跌倒或者做過手術嘅人，開始之前一定要先問清楚專業人士，唔好見人做乜自己就照跟。梁叔最初覺得呢啲動作太簡單，做落去先知道，越簡單嘅動作越照得出身體真實情況。佢由最初做3次坐立，大髀已經震，到後來慢慢做到5次、8次。2個月後，有日食飯，佢坐喺張矮度同人傾緊偈，講到一半，自自然就企咗起身。企起之後，佢自己都愣咗一愣。佢太太喺旁邊笑住講：你今次冇用手撐喎。就係咁簡單一句說話，梁叔開心咗成日。人年紀大咗，最實在嘅福氣未必係有幾多存款，而係仲可以自己起身、自己沖涼、自己落樓買杯茶。肌肉唔單止係一公肉，佢背後守住嘅係一個老人家嘅自主、自由同尊嚴。但梁叔仲有一個問題，就係瞓得太差。以前佢成日話老人家瞓4、5個鐘已經夠，其實佢夜晚11點瞓，12點醒一次，2點去廁所，4點又醒，朝早6點幾就逼自己起身行路。日頭坐喺梳化睇電視，睇下又瞓着，到咗夜晚精神反而翻晒嚟，成個人日又唔精神，夜又瞓唔穩，好似從來冇真正休息過。所以第3樣要守住嘅就係眠、睡眠同作息。睡眠唔係懶惰，亦唔係浪費時間。人瞓得唔好，第2日精神差、反應慢、腳步浮，連食慾同脾氣都會受影響。對老人家嚟講，夜晚頻密起身，屋企又黑，通道有雜物，跌倒風險自然更加高。我冇同梁叔講，你今晚一定要瞓足幾多個鐘，因為每個人情況唔同，失眠、夜尿、痛症、打鼻鼾、呼吸問題、情緒同藥物都有可能影響睡眠。真正要做嘅係唔好一味用一句老咗都係咁，將問題推開。
梁叔開始將飲水分散喺日頭，夜晚就按醫護建議調整，唔再臨瞓前一次過飲幾大杯。朝早固定時間起身，日頭真係攰，就少睡一陣，但唔再由下晝瞓到黃昏。夜晚熄咗電視先上床，睡房留一盞柔和小燈，去廁所條路亦清走雜物同電線。最重要係佢終於肯將夜尿同睡眠問題講俾醫生知，而唔係自己亂買補品亂飲所謂安眠茶。幾個星期後，佢未至於晚晚一覺瞓到天光，但起身次數少咗，朝早冇咁暈，日頭脾氣亦穩咗。佢太太話以前同佢講兩句佢就嫌人煩，而家會坐低慢慢聽，屋企都少咗好多火藥味。你睇睡眠好唔好？影響嘅唔止係一個人，仲會影響成個家庭嘅氣氛。講到呢度就帶到第四樣，要守住嘅嘢係個心。人老咗要守住個心，唔好慢慢同世界斷開。梁叔退休初期成日話自己好忙，其實佢所謂嘅忙就係行步數、計飲水、睇健康短片。以前一班舊同事叫佢飲茶，佢嫌茶樓啲嘢油膩。個孫叫佢落公園睇踩單車，佢又話會打亂自己行路時間。佢以為自己好有紀律，實際上生活愈過愈窄。跌倒之後嗰幾日，舊同事知道佢受傷，幾個人輪流打電話嚟問候。梁叔放低電話，眼濕濕咁同我講，原來仲有人記得我。我同佢講，一個人退休最怕唔係冇工作，而係慢慢覺得自己冇用，跟住唔想見人，唔想講嘢，唔想麻煩人。日子耐咗，個心就好似一間長期閂晒窗嘅房，空氣唔流，陽光亦入唔到嚟。老人家要有來往，唔代表日日出去應酬，可以係同老伴落樓食個早餐，同仔女講幾句家常，幫手淋花、接孫放學，或者一星期同老朋友飲一次茶。人有牽掛，唔一定係負擔。有時正正係因為有人等你，有人需要你，先令你願意起身，願意食飯，願意照顧好自己。梁叔後來每個星期揀一日，同幾個舊同事飲茶。佢唔再因為怕油怕鹽就完全唔去，而係學識自己揀食物，份量適可而止。其他時間個孫落嚟，佢就陪個孫砌積木。有一次個孫叫佢幫手執地下啲玩具，梁叔蹲唔低就坐喺呢度慢慢執。個孫突然望住佢講：爺爺，你隻手有力咗喎。梁叔一聽笑到見牙唔見眼。人嘅心一暖，身體未必即刻百病全消，但佢會重新有動力去食好啲、瞓好啲、喐多啲。呢種力量唔係一碗補湯，幾粒保健品可以代替。最後一樣，亦係好多老人家最抗拒嘅就係醫，唔好淨係靠感覺管理身體。梁叔以前都有量血壓，但佢只會揀數字靚嗰次記低。頭暈就話天氣熱，腳軟就話行得太攰，夜晚成日去廁所就話老人家正常。醫生叫佢定期覆診，佢覺得冇大病就唔使成日去。佢仲有一個習慣，見當日血壓正常就自己減少食藥。見到網上有人話某種保健品可以通血管，又想買返嚟試。我好認真同佢講，養生唔係靠估，食藥更加唔係憑心情。血壓、血糖、視力、聽力、骨骼同藥物副作用，全部都可能靜靜變化。等到身體大大聲出警號先處理，往往已經遲咗一步。所以第五樣真正要守住嘅就係定期檢查，按指示食藥。身體有異常就及早問清楚。呢件事聽落冇行1萬步咁有成就感，亦冇飲神仙水咁吸引，但佢先係真正負責任嘅養生。梁叔後來買咗一個細文件袋，將覆診紙、藥單同檢查結果全部放埋一齊，每日食咩藥、幾時食，太太幫佢整理好，佢自己亦唔再隨便加減。頭暈、夜尿、腳軟出現喺咩時間，佢會簡單寫低，覆診嗰陣講俾醫護人員聽。
呢啲少少嘅改變睇落冇乜特別，卻令佢對自己個身體慢慢有返掌握。過咗大半年，我再見梁叔，佢冇再追求每日一定要行1萬步。天氣好，精神好，佢就落樓行一陣。落雨，地下濕滑或者膝頭唔舒服，就留喺屋企做啲適合自己嘅活動。佢仍然有飲水，但唔再死守2公升、3公升，而係按自己情況同專業建議調整。最明顯嘅變化唔係佢行多咗，而係佢成個人穩咗，坐低起身穩，行路轉彎穩，3餐穩，瞓覺時間穩，情緒亦穩。更重要嘅係，佢終於唔再將養生當成一場考試。有一日佢同我講：飛哥，我而家先明，後生嗰陣做嘢講勤力，老咗養生就要講分寸。以前我日日追步數，個心好似永遠唔合格。而家我知道食得落、瞓得到、企得穩，有人傾偈，身體有事肯處理，先叫做真正過得好。呢番說話，梁叔係跌過一跤先明白，但你唔一定要等到自己跌倒先開始守住自己。人過60，真正比行路同飲水更加重要嘅5件事，其實就係食、力、眠、心、醫。食得有營養，守住身體修補嘅材料，練返力量同平衡，守住行動自由。瞓得安穩，守住身體修復嘅節奏。同人有來往，守住心入面嗰團火，定期跟進身體，守住對自己生命嘅責任。行路同飲水仍然重要，但佢哋唔應該蓋過呢5個根本。根本守得住你行出去嘅每一步，先真正係為健康。根本守唔住，行得再多，都只係拖住一副慢慢消耗嘅身體向前。人過60，真正要學識嘅，從來唔係再逼自己做多啲，而係知道乜嘢要守，乜嘢要放，乜嘢可以慢慢嚟。後生嗰陣，我哋成日以為命硬就係捱得，身體好就係做極都唔攰。到咗晚年先會明白，真正嘅福氣唔係你仲有幾大力氣，而係你識唔識將有限嘅氣力用喺最重要嘅地方。易經有一個好重要嘅道理，就係時位。同一件事放喺唔同年紀、唔同身體狀態，做法都可以完全唔同。春天適合生發，冬天就要收藏。後生嗰陣可以衝，年長之後就要穩。呢個唔係認老，亦唔係退縮，而係識得順勢。好多人聽到順勢，以為係叫人乜都唔做，其實啱啱相反。順勢唔係放棄，而係唔再同自己個身體鬥氣。膝頭痛就唔好死頂住行夠1萬步，夜晚成日醒就唔好一句老咗係咁就算。食慾差，體重一路跌就唔好仲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減肥成功。真正識養生嘅人唔會只問自己今日行咗幾多步，而係會問我今日食得夠唔夠，雙腳仲有冇力，夜晚瞓成點，個心有冇喐住，身體有異常，我有冇認真處理？呢5條問題先係60歲後每日應該問自己嘅功課。佛家講放下，好多人誤會，以為放下就係乜都唔理。其實晚年最需要放低嘅係嗰份逞強。有啲老人家明明頭暈都唔肯同仔女講，怕佢哋擔心。明明拎唔喐重嘢，仍然死撐，怕人話自己冇用。明明夜晚瞓唔好，情緒又低落，仍然笑住話冇事。呢種逞強，表面上係唔想麻煩人，實際上卻可能令小事拖成大事。跌一跤，漏食藥，食錯藥，長期冇胃口，全部都唔應該靠忍。我成日同老人家講，肯接受幫手唔等於失去尊嚴。相反，你肯將身體情況講清楚，肯同家人商量，肯聽專業意見，先係對自己負責，亦係減少家人日後嘅擔心。儒家講孝，但孝唔只係仔女照顧父母，做父母嘅肯照顧好自己，唔將所有不舒服收埋，亦係一種體諒仔女。你諗下，仔女最怕嘅唔係帶你覆一次診，而係有一日突然接到電話，
先知道你已經忍咗幾個月。最怕嘅唔係幫你買餸，而係你長期食唔夠，跌倒之後先發現原來雙腳已經冇力。所以人過60，養生唔只係一個人嘅事，佢其實關乎成個家庭嘅秩序。一個老人家食得好、瞓得好、心情穩、肯同人溝通，屋企氣氛自然安定。相反，如果日日因為健康焦慮，呢樣唔食，嗰樣又驚，逼自己行到腳痛，夜晚瞓唔到，日頭又容易發脾氣，身邊人都會跟住緊張。所謂家和萬事興，唔係一句掛喺牆上嘅揮春，而係屋企每一個人都懂得照顧自己，亦懂得唔將恐懼變成家人嘅壓力。道家重視自然，自然唔係放任，而係有節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餓就食，攰就休息，天氣好就出去行，落雨濕滑就留喺屋企做啲安全活動。呢啲道理聽落好普通，但好多老人家偏偏做唔到，因為個心已經俾數字綁住。手機顯示未夠1萬步，就算攰都唔肯停；水壺未飲完，就算肚脹都要灌落去。體重輕咗，就算雙腳冇力，都覺得係好事。人一旦將養生變成執念，就會慢慢失去對身體最基本嘅感覺。所以由今日開始，我想你記住5個真正做得到嘅提點，唔使買名貴補品，亦唔使日日花幾個鐘，你肯慢慢做，長久做，已經勝過一時衝動。每日3餐，先問自己有冇食到真正嘅營養，唔好一聽到清淡就餐餐白粥作菜。每餐按自己身體情況食適量蛋白質、蔬菜同主食。牙齒唔好可以煮腍啲，胃口細可以少食多餐。有腎病、糖尿病、吞嚥問題或者其他慢性病，就照醫護人員建議調整。重點唔係食得多，而係食得有內容。朝早唔好淨係飲茶配餅，中午唔好淨係食幾啖菜，夜晚亦唔好因為怕肥就完全唔食。身體要修補，首先就要有材料。每星期亦要安排幾次安全嘅肌力同平衡活動，唔一定要去健身室，按自己能力可以扶住穩固底背提腳踭，或者由高身底慢慢坐低企起。有人陪住會更加安心，尤其曾經跌倒關節痛、骨質疏鬆、心臟有問題，或者近期做過手術嘅人，開始之前要先問清楚專業人士。記住，目的唔係練到大隻，而係守住生活能力。你要嘅唔係影相好睇，而係半夜起身去廁所時雙腳穩。唔係同人比賽，而係有一日老伴需要你扶一扶，你仲有力伸出隻手。作息方面要固定起身同休息時間，認真處理睡眠問題。老人家瞓眠時間未必同後生一樣，但長期瞓得差，日夜顛倒，夜晚不停起身，唔應該一句正常就算。日頭適量活動，下晝唔好瞓得太耐。臨瞓前減少刺激，去廁所條路保持光線同整潔。夜尿痛症、打鼻鼾、呼吸唔順、情緒困擾或者藥物影響，都應該同醫護人員講清楚。一晚好覺未必可以解決晒所有問題，但長期冇一晚瞓得安穩，身體同個心都好難真正穩落嚟。每日亦要同人講幾句真心話，可以係同老伴食飯時講下今日發生過咩事，可以打電話俾老朋友，可以同仔女講身體近況，亦可以落樓同熟街坊打個招呼。唔好睇少呢幾句說話，人同人之間有來往，個心先唔會乾。好多老人家唔係冇屋住，亦唔係冇飯食，而係成日冇人靜靜聽佢講一句完整說話。你唔需要日日熱鬧，但一定要俾自己同世界保持一條線。有興趣就種花、下棋、睇書、做簡單家務、陪孫仔孫女，甚至每日幫屋企摺好幾件衫，都可以成為一件值得起身去做嘅事。人有一件願意去做嘅事，日子就唔會只剩低等時間過。
最後將自己嘅藥物、覆診同身體變化整理清楚。食緊咩藥？幾時食？邊個醫生開？下次幾時覆診？最好寫低或者同家人交代清楚。唔好見血壓靚一次就自己停藥，亦唔好見網上有人推薦就亂加保健品。如果最近明顯瘦咗，成日腳軟、食慾差、頭暈、胸口唔舒服、呼吸唔順、反覆跌倒，或者精神狀態同平時唔同，就要及早求助。有啲問題早啲處理，可能只係調整飲食、藥物或者生活環境，拖到出事先處理，就可能要付出更大代價。呢5件事講到底都係一個穩字，食得穩，身體先有底。腳力穩，生活先自由；睡眠穩，精神先清；心情穩，家庭先和；健康管理穩，遇到變化先唔會手忙腳亂。梁叔後來同我講，佢而家落樓行路，已經唔再成日低頭望住手機，行到公園攰就坐低，見到老朋友就停低傾幾句。有時行6000步，有時只行3、4千步，但佢返到屋企，仲有精神同太太食飯，夜晚亦瞓得安穩。佢話以前行10000步，個心仲係驚自己做得唔夠，而家行得少咗，反而覺得每一步都踏實。呢句說話值得我哋慢慢諗。養生唔係將生命塞滿規矩，而係令自己有能力好好生活。行路係為咗去睇想見嘅人，飲水係為咗身體正常運作，食飯係為咗有力，瞓覺係為咗修復，同人來往係為咗個心仲有溫度。當你只記得步數同水量，就好容易忘記健康本來係為咗生活，而唔係生活為咗完成健康指標。人過60，真正嘅富貴唔一定係屋企有幾大，戶口有幾多錢。朝早醒來仲食得落早餐，行路唔怕跌，夜晚瞓得到，心入面有人惦記，身體有事有人商量，呢啲先係最實在嘅福報。所以今日聽我講到呢度，我希望你記住，最養生嘅唔係盲目行路，亦唔係不停飲水，而係守住食、力、眠、心、醫呢5個根本。行路要行，但唔好逞強；水要飲，但唔好死守數字；飯要食得有營養，肌肉要慢慢練。覺要認真瞓，個心要有人來往，身體有變化就要及早處理。你守住呢5樣，守住嘅唔止係健康，仲係萬年嘅自由、尊嚴同一家人嘅安心。聽我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番說話對你個心有少少提醒，又或者你唔想身邊嘅老人家仲係日日逼自己行到腳痛，飲水飲到瞓唔好，咁就請你動一動手指，幫忙點個讚，訂閱呢個頻道，或者將呢段說話轉發俾你最關心嘅人。你一個小小分享，未必驚天動地，但可能正正提醒到一位長輩，早一日食返好啲，早一日練返雙腳，早一日將身體不適講出口。喺佛家嚟講，呢份願意提醒人、關心人嘅心，就係一份善念，亦係一份隨喜功德。今日睇完，如果你願意由而家開始，唔再盲目追住數字，而係好好守住自己嘅根本，可以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守住根本。等我哋喺留言區一齊善念共振，提醒自己年紀愈大，愈要活得穩，食得好，瞓得安，行得踏實。亦祝福每一位老人家身有力，心有光，屋企有人情，晚年有安穩。